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澳華養老頻道澳洲養老知多少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兩項照顧者福利 Carer Payment 照顧者福利金同埋 Carer Allowance 照顧者津貼，兩項都係由 Service Australia 提供，主要適用於因照顧患有疾病、殘疾或者身體虛弱而需要協助嘅人士。Carer Payment 係照顧者福利金，主要適合因長時間照顧他人而難以全職工作嘅照顧者。符合資格嘅單身人士，最高每2星期可領取大約1200蚊9毫。照顧者需要每日提供大量照顧，長時間照顧令自己難以全職工作。被照顧者需經醫生評估，預計需要至少6個月持續日常照顧。照顧者需要符合工作時數限制，每4星期最多100小時。Carer Allowance 係照顧者津貼。符合資格嘅照顧者每2星期可領取162蚊6毫，即使照顧者有工作或有其他收入，只要符合收入要求，亦可以申請。照顧者需要每日提供額外照顧及協助，被照顧者預計需要至少12個月持續日常照顧，或患有末期疾病。照顧者同伴侶都需要符合收入測試，但無需資產測試評估。申請方法好簡單，登入 MyGov 網站，連接 Centrelink 就可以網上申請，亦可親身到 Service Australia 辦事處申請。要留意，符合資格嘅照顧者有機會同時領取 Carer Payment 同 Carer Allowance 兩項支援。另外，福利金額同申請條件未來可能調整，申請前建議睇清楚 Service Australia 最新資訊。照顧者亦可尋求其他支援，例如 Service Australia 嘅 Carer Supplement 補助，或者由聯邦政府資助嘅 Carer 機會計劃，為照顧者提供一系列免費嘅支援同服務。快啲關注澳華養老，解鎖更多實用嘅澳洲養老資訊。